哇！真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依家喺珠海用200萬嘅平層價格，可以攞低呢一套上下3層嘅別墅啊！而且係現樓現證。嗱，呢一套別墅呢，花園面積俾你都有成200幾方嘅一個大花園。嗱，樓下呢度你任你發揮呢個花園空間，可以做一個泳池都完全冇問題。嗱，我哋入嚟睇埋呢一個空間係點樣？嗱，入到嚟嘅廳呢，咁啊，我哋1樓個廳呢，咁啊，你睇翻呢個視覺效果正唔正？全落地玻璃窗，望晒成個花園。嗱，花園出邊呢，任你發揮噶啦。嗱，呢度就廚房啦。咁啊，而且我哋呢一個位置呢，去到呢一個華發商都呢，開車都係5分鐘。衣食配套嘅自行配套呢，就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啊，同埋去到港珠澳都係非常方便。嗱，樓下1間房啦，咁啊，樓上呢有3間房，總共可以做4間房，仲帶埋2個產權車位俾到你。嗱，有興趣跟我上嚟睇埋。嗱，上到嚟2樓啦，2樓嘅空間呢就非常之正嘅，做晒3個房間。嗱，我哋3個房嘅空間全部集中喺2樓，咁啊，成個別墅上下2層呢可以做4到5間房嘅。咁啊，成個重點呢就喺晒呢個主人房啦，270度嘅落地玻璃窗啊，位置好少少嘅咧，可以望到海景啊。嗱，入邊呢就係我哋嘅衣帽間，帶埋一個套廁啊。咁啊，基本上呢，我哋呢一個呢就係嘅空間做得係非常之好。咁啊，我哋呢個位置呢，去到港珠澳啊，同埋去到呢個華發商都呢，都係非常之近嘅啊。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 call 我，帶你過嚟睇睇。